病人到達 A1 醫療診斷中心之後，職員會為病人登記個人資料。請把轉介信同埋過往嘅影像報告或者光碟交俾職員跟進。醫護人員會為病人量度體重，並帶病人到更衣室更換檢查袍。病人需將身上所有飾物配件除下，並放置儲物格內。醫護人員會為病人講解程序同埋注意事項，查詢病歷、藥物敏感等嘅資料，並為病人設置靜脈注射導管。進入檢查室之後，病人應該配合醫護人員指示，瞓喺床上保持放鬆不動。開始檢查之後，放射師會喺操作室內觀察病人，電腦掃描全程大約30到60分鐘。完成檢查之後，病人便可更換衣物離開。報告將會喺3到5個工作天完成。到達佐敦港鐵站 E 出口，如需乘坐電梯，可使用 B 出口。乘搭扶手電梯上2層，到達 LG 層嘅商場地面出口。步出恒豐中心商場，步出商場後往右直行1分鐘。抵達238大廈，前往電梯大堂，搭乘電梯到18樓。到達18樓，步出電梯就到達本中心。